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抱歉，刚刚临时有出了一些状况我们延迟了5分钟。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代祷训练工作，也邀请各位，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很多时候缺少祷告，是因为我们在力量缺乏的时候忘记了，其实祷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与神沟通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愿意在祷告当中为自己，不仅为自己，也能够为他人来祷告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充足的智慧跟能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为别人祷告，来更多的经历神，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不一样。我们用这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带起，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了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主，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我们透过祷告的能力，祷告所学习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更多为自己也为别人代祷，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生命里面，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体会到有人在为我们祷告的力量。我们相信，我们同为主你的肢体，我们更乐意在教会，在我们生命的建造里面学习彼此代祷，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突破与成长，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并不孤单，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有彼此代祷的生命操练。我们更相信透过彼此的代祷，为自己也为别人的生命带来蒙福的生命。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神，也愿主你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在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恳求神继续保守带领，让他们能够专心仰望神，在神你的国度里面享有平安与喜乐。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祷告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你来聆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认识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要透过有一群时常在祷告里面去经历神的大能，也就是说，要经历神的能力，不管是神迹奇事，不管是期待神的工作，我们都必须要了解到，这个生命不断的有能力跟智慧，它必须要透过祷告来。那祷告里面，除了我们自己去经历到祷告所会带给我们生命的帮助跟蒙福的关系以外，基督徒我们也可以透过祷告为别人代祷，能够帮助别人更多的认识上帝。所以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到底代祷是什么。我们都晓得祷告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晓得主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跟我们的天父祷告。但是我们大部分比较少人去体会，甚至认识了解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教导，在为别人祷告这个代祷的工作，这个代理人的代祷的工作应当如何来学习。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代祷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不是一种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别人而向上帝祈求的一个行为。所以代祷它不是单纯的我只是为了自己来做一个代表人，来做一个代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代祷它还要能够为了别人来向上帝祈求。那我相信代祷的工作我们来做一个连结啦哈。为什么我们需要代祷？我们简单讲好了，你可能觉得说我又不认识其他人，我要怎么为他祷告？我也不认识他。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代祷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身边周遭，我们时常有很多我们的朋友，甚至家人，他们是需要我们为他祷告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代祷的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且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自己本身都是值得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课。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代祷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别人而向上帝祈求的。那我想圣经里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使徒保罗。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哥罗西书第1章1节到第9节。1节到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打开你们身边的圣经，虽然我们在荧光幕前，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荧光幕上面的圣经节。那牧师期待将你的圣经能够放在你的身边，然后拿起纸跟笔，好，然后把一些重点，把你甚至觉得好重要的一句圣经的话语，把它画下来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圣经的话语里面，保罗他在哥罗西书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里面，他提到，他说：“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了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弗所学，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简简单单的一段话里面，它里面谈到了许多这个保罗他期待这些哥罗西的信徒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如何在基督耶稣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从第2节里面他提到，他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了。也就是说，接受这封书信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后半段，从第3节到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一直在为这一些圣徒来祷告，也期待他们，让他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从这简单的介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期待，他为了这一些他们领受真理、领受福音的圣徒，让他们的生命必须要在属灵的悟性上有更多的智慧，甚至知道上帝的旨意，必须要怎么样？他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在为这一些他所传道的、所领受到福音的弟兄姐妹，他时常在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细节里面可以看见，一个教会里面的圣徒，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同工弟兄姐妹，我们都必须要认识到，一个对主忠诚的人，你一定要有能力去祝福别人，为别人祷告。甚至牧师也时常在为各位每一个弟兄姐妹，甚至同工在祷告，期待我们每一个同工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而没有受到许多魔鬼的征战的冲突。甚至在征战当中，你会更晓得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代祷重不重要？我个人觉得它非常的重要，特别对一个，如果你是期待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圣徒、一个信徒，你必须要学习到在祷告的功课上面，如何来成为为别人祝福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看见保罗他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的父，我们常常在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并将众圣徒的爱心，是为了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他知道这一些信徒，他们如何在为了基督的信心的工作上面，来成就更多上帝爱世人的美好计划。所以保罗他不断的期待在为这一些信徒来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为家人，当我们上一期我们经历了快半年的时间学习新家人的关怀工作，我们了解到很多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必须要付出很多时间跟代价去关怀一个新家人朋友。可是我觉得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不管是在小组，不管是在你的家庭里面，还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侍奉工作上，牧师都期待我们好好的运用我们教会的这个代祷卡，这个代祷的资源。那牧师也是鼓励各位，在我们下个礼拜六，4月27号礼拜六，我们早上9点20我们9点半会在教会这边集合，我们会一起去到富强教会，一起学习
这个中保代祷这个代祷团的工作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中保？什么是代祷？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操练代祷的工作？因为一个教会如果他没有时常在为别人祷告，信徒时常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在祷告，那是不够的。那个大部分单纯只是为了自己的心意会比较多，而忽略了我们是需要多去关怀有需要的人。所以代祷的工作对一间教会的成长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我们又期待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更需要去操练如何来为别人代祷，从祷告里面去经历神所赏赐的能力。那么我相信当我们去关怀人会更加有力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祷告的目的不单单是我们向上帝求什么，我们会发现代祷我们彼此的祷告，甚至为别人祷告，实际上它的重点从保罗第9节，他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第9节里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保罗他为了这一些哥罗西的圣徒在祷告的时候，他期待他们属灵的悟性上不仅能够怎么样，能够有更加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目的是为了要让他们明白满心的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觉得祷告代祷它不仅是向上帝说什么，它更重要的是代表是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声音甚至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缺少祷告，而忽略了祷告的重要性，甚至那个时间也好，甚至他整个礼拜或一整天，甚至他需要花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其他他忙碌的侍奉工作，或者是他忙碌的工作之余。我相信如果他缺少祷告，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办法从生命里面与主的对遇当中去经历神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祷告，保罗他有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多祷告。我们看第9节，他提到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是听见福音的那日子，也就为你们怎么样不住的祷告祈求。什么叫做不住的？就是不停的了。所以牧师鼓励各位，真的祷告不要停止。甚至为什么教会需要有一群祷告的团队，就是教会任何的工作侍奉，不管是牧养，不管是信徒生命的转变工作，教会一定要建构一个有祷告的团队，作为我们侍奉上帝甚至传递福音的最重要的那个核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操练祷告。在祷告里面你如何委身，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属灵的智慧生命成熟度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还是靠着上帝的力量。你要了解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上帝的工作，可是上帝的工作他会看，上帝在看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好好在祷告里面跟上帝求取力量。这是有相对的。如果我们跟神的祷告是如此的疏远，甚至如此的缺乏，我们如何在上帝的心意成就的工作上面来成就上帝的心意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很期待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为何我们要做一个中保代祷者。牧师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中保代祷者。我用我的方式来解释。那我们要了解耶稣他成为我们一个最主要的中保。那也有同工在跟牧师在讨论说，我们不能叫做中保，因为中保就只有一位。那牧师要稍微来做个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中保代祷者。那我们要了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提摩太前书2章。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2章1到16节
好，圣经的话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做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第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你可能会怀疑，为什么我们要叫做中保代祷者？好，中保代祷者。好，我觉得这个中保啊，中保代祷者，中保的顾名思义，它的意思是为别人做辩护人啊。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叫做我们人跟上帝，圣经里面讲，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没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无法跟神建立关系。那么，我们跟基督，如果我们建立了关系，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叫做中保代祷者？我觉得我们这个中保不是代表我们取代了耶稣基督，乃是就如同我刚刚讲的，中保它的词语的意义叫做为别人辩护啊。好，作为一个为别人辩护的人啊，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在世上的人有许多的人，他们都有时候犯了罪。有时候他们有错误，有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建立关系，而我们在基督，甚至在人，在罪人的面前，在有需要主的人面前，我们难道不就像是一个中保带领者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说：“主啊，我的孩子他犯了罪，他如何如何。”我们就像那个中保，为别人来辩护。可是你要做这个辩护者，要非常的留意啊！你如果没有操练、理解、了解生命的更新跟变化，我觉得做一个中保代祷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个中保代祷，这个代祷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好，期待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能够为别人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透过祷告，来让更多的人去经历到福音的本质，就如同今天我们所看见，当保罗看见哥罗西的圣徒，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用心在神的国度上面的时候，他也是透过代祷的工作，为这一些信徒来祷告，期盼我们一起，无论你认识神多少，没关系，我们都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学习，在神的面前向主诉说我们的生命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甚至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神所合宜的道路上。今天牧师用简单的分享，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代祷的工作是什么。期待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能够继续来认识了解，到底在代祷的工作上面，是为了需要帮助哪些人，好，让哪些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得着上帝的喜悦。我觉得有一些认识关系，我们必须要了解；有些动作，我们怎么样为他来祷告，这个是需要去认识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透过祷告，来一起经历神奇妙的工作。这世上有许多的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为他们代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来操练，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祷告的工作。我们晓得主你教导我们要时常为了世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难，他们的生命的不足，来献上代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仅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更期待能够
保持一个敬畏神你的心，来为别人代祷。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敬虔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成为撒旦的工具。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敬虔端正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平安与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为别人祷告当中，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也让我们在救主耶稣面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接纳。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在祷告里面能够经历神你的大能，让更多的人来经历福音所能够带给人生命的祝福跟改变。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祝福我们在每一位大桥教会，或者是每一个观看直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体，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身心灵里面，我们都恳求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学习透过祷告，让他们经历神你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主，让我们每周三晚上，我们可以透过短短的时间一起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彼此建造教会的工作禾场里面，我们都能够学习在祷告里面操练彼此代祷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要透过更多的祷告来看见神你的荣耀。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光、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求主赐福大家，每周三晚上同一时间，我们期待透过祷告，透过代祷，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的工作，来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教会。愿你平安。